公司第几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恭喜，欢迎收看1月30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新闻先开始，先来带你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连到第六天，正过车日，全台湾天气是拢真好。高公局预估讲，这高速公路顶头的交通量是平常时啊的1倍半。今早起10:11发生规模5.6个地震，这地震中心点是伫咧嘉义大埔，深度敢若10公里尔，台南嘉义拢会当感受到。高雄内门正过车日等后头的办道已经办超过10年，但年正过车日等后头的民众和游客拢有上千人。讲到今仔日是正过车日，这过年连假的第六天，全台湾的天气是拢真好。这高速公路顶头的车也变真多啊。高公局预估讲，今仔日的交通量是平常时的1倍半。也若讲到这天气方面呢，今仔日日时天气较烧热，也若明仔载初三水气变较多，南部、东部会落雨。一透早，国道3号北上接国道5号的木沙交流道，就出现排队的车潮。大年初二登去后头厝，国道5号下早车侪，下早6点外，国道就已经出现车潮。不管是北区啊、中区、国2、国3，拢会当看到南向车道车真侪。高公局有估，初二交通量是137万车公里，将近平日的1.5倍。如果是要往南向的民众，西部国道建议早上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而国道5号会建议早上5点前或是下午5点后出发。那南向的台北向部分路段话，高公局有估，国1苗栗到湖口，国3关西到大溪会塞到下暗9点10点，国5宜兰到屏南会塞到半暝，中部毛3的路段会一直塞到下暗9点10点左右。天气方面，太平山透早出现美丽的云海景象，然后0度左右。初二平地上低温出现伫苗栗大河，然后4.8度。气象署表示，初二日时啊气温继续来回升。但到初三水气会增加。明天初三，水汽会慢慢由南往北移动哦，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要请大家携带雨具备用，而且可能是先从南台湾先开始影响哦，中南部地区跟台东地区。初二的日时啊变烧热，不过半暝到透早嘛是会出现低温。到周末初四、初五有方面接近台湾，也方面有雨。后礼拜开工日会有更较强的冷空气刷下来报道。目前有估会来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顶级。公司新闻林俊梅、周良上台北报道。总统热青天今仔是去到屏东分这福地啊，着民众透早来排队。总统伫致辞的时阵，除了甲民众拜年以外，也提出时代着要注意诈骗。另外，行政院长杜英泰是去到桃园的公庙参拜。杜英泰表示讲，政府真侪愿景目标爱拍拼，毋过伫咧立法院遇到困难，就亲像这车链消防共款，着爱管好把，这车才走会顺。总统热青着车至罗南屏东发福地啊，请民众透早就来排队为新年祈求好吉兆。去年他是副总统的身份，所以就来；那今年他是总统的身份，所以我就是还要再来一次。民众是有够济，就算排队排真久，也无感觉辛苦。总统热青着除了祈求国泰民安，也提醒老大人爱设置防毒骗毒，尤其是咱群组的投资诈骗的手法。骗毒外伊安尼赚偌济钱吼。安尼，这个也伫遐讲，迄个也伫遐讲，爱特别注意。手机啊，赖群主无熟无识的，你千万唔通相信。另外一边，行政长杜英泰初二也真无闲，去桃园公庙拜拜祈福。杜英泰致辞时阵讲到，伊头先要祈求的是德政和，希望大家永不分彼此，斗阵为国家社会拍拼。好像是为中央政府总预算，立法院甲行政院经伫遐透露心声。即摆咧立法院小可拄着困难，咱这台车4有4个人啊，即摆有一个就小可消防。所以未来过日子，咱一定要从这个人啊，方面管落去，管落管，这台车走了大会紧大会顺。
大家放心，这个年请大家安心过这个好年。过年以后，这代志交我来处理。杜英台表示，总统的清洁执政理念是要保护国家主权，政府也全力推动土地标大设国，引进世界先进科技嘅大厂，希望让台湾继续伫科技业有领先的地位。公视新闻综合报道。来看咱的国家安全，这是过年期间袂当休困的。这国军呢，伫咧北中南拢部署爱国者防空飞弹，也头一届开放南港的这个飞弹联合媒体来翕，这是着 MQ83牵引车将爱国者3型飞弹演练机动部署。这官兵爱伫咧25分钟内收咧耍位。空军表示讲，地面会互解放军攻击，就爱靠这款的牵引车赶紧来耍位，增加战场的准活率。模拟接到指令，爱国者3型飞弹被转移阵地，就是靠这台 M983牵引车执行机动部署。检查完毕后，拆下发电机护栏。两个官兵伫爱山飞弹发射车爬起爬落，合作甲正麻，甲发射架、天线、卡架6大项目拢收起来，限时25分钟完成撤收。M983牵引车就甲飞弹发射车甲做伙开始耍位。验过 M983牵引车甲飞弹车连做伙了，长超过15公尺，现场用动态操显展示过关的技术。这种车的驾驶就先考到连接车的驾照，搁接受专业的驾驶训练，才会当驶这种车。那我们平时训练的时候是借由每月驻训，实施在这个发射区。实施绕行，并由资深的驾驶陪同训练。我们固定的阵地容易遭敌侦知或是敌空照的部分去暴露我们的原位置，所以在战时的时候，运用灵活的机动，迅速变换阵地，能够提升我们的战场存活率。爱国者飞弹是国军现役上强的防空系统，执行中国空战的空防任务。M983牵引车负责拖爱山飞弹车，所以战术计划也正重要。要让特别任务拢顺遂，普通时就要正注重保养。自车顶引领机油到冷却液的检修，拢袂当凊彩。战时的话，如果车辆发生严重损害的话，我们会派遣车辆修理室，然后及2名操作人员，然后之后进行2个小时内必须维修完毕。这次军方首度对媒体公开南港的飞弹连部署了爱国者3型飞弹，肩负了首都大台北地区的空防重任。不过，因为固定的阵地在战时阶段容易遭到攻击，因此国军今年也强化机动部署。国军强化空防战力，北中南拢有部署爱国者飞弹，也向美国购买爱山精挺型飞弹。团讲可能会部署伫咧东部，水平上以后可能有机会伫真侪所在拢看到 M983牵引车拖飞弹车伫咧路的赛。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这个过年期间又搁有地动啊！今早起呢，这假期搁再摇，10分钟内连续摇5解。早起10点11分的时阵，发生规模5.6的地动。这地动中心点是伫咧嘉义大埔，深度仅10公里尔。台南嘉义的民众拢会当感受到。对监视器镜头看到，本来房间内物件更加正整齐，嫌过无久了就开始摇摇摆摆，进度也搁正大。春节连续假期地动也无休困。早起地牛阁变身，尤其假期伫10分钟内连续5遍地动，10点11分发生规模5.6的地动。嘉义加台南的民众拢明显感受到地动的威力。刚有走出去？无啦，无啊。哦，惊无效啦，惊是惊啦，无效啦。民众当然是人心惶惶啦，这个是天灾，你嘛无走啊。台南有真侪民众手机拢收到地动的警讯，大家赶紧走出厝外，徛伫路边，讲正可怕。一个台南的府前路有一栋建筑物，敢若是因为地动的影响，伫厝顶的壁面放来，去撼到下卡的车。网络顶真侪人伫咧讨论。那它的最大震度在大埔有5强，那其他地区呢，像彰化、云林、嘉义、台南、高雄，也都有观测到最大震度4级，还是算是大埔地震的余震。气象署提醒民众，伫最近地动正接，就要注意家己的安全。因若受到地动的影响，高铁也拢慢分。代替伫咧台中的山线、沙鹿的海线，抑个向山到台中，水尾到富里顶路段，
拢慢速伫咧驶，确保安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这过年时啊，烧香、点火、放炮啊、放烟火，拢爱特别注意哦。这桃园初一暗就无平静，桃园平镇吊真家厝发生火灾，警消警员顺利把4个人救出来送病院。另外，伫咧罗德区也发生这回收场的火灾，主管回收物包括这塑胶杆啊、纸箱啊，拢烧了，加在是无人受伤。加开铁门，消防人员入去救灾。桃园平镇区合作街一个4层楼的徛街，初一暗时10点外传出火警，现场清出阵阵的乌烟，有4个人受困，好在在全部顺利拢救出来送医，其中2个人是有风险送医。顺利救出4名民众，分别送往联心医院以及杨梅天成。那详细的起火原因呢，后续由火灾调查科做后续的调查。消防局表示，发生火灾徛街起火点伫1楼，现场家具甲民生用品烧了，人少面积25平方公尺，财务损失甲详细导火原因爱搁调查。大过年大细火灾受较济，消防员是真拼命。毋是平镇罗德区也发生回收厂大火。芦竹区南竹路2段回收厂火警，到达现场后，发现有大量火焰冒出，且两侧临近建筑物，立即布线进行周线防护，防止延烧。这伫南德路南坎溪边的私人资源回收场，毋知什么原因导火烧起来，火势是真猛。现场资源回收的物件有塑胶管啊、纸箱啊，拢全部烧了，好在无人受伤。导火原因也爱搁调查。公视新闻桃园报道。有民众昨暗暝伫咧台74线快速道路看到一台价底盘的公车，这哪驶引擎哪导火，驾驶是驶要500公尺才停落来，加在这公车顶头是无旅客，驾驶赶紧用灭火器来拍火，也那这引擎导火原因，佫需要调查。民众开车未来车道切到中车道，但是正面头前一台巨业公车车尾煞突然间导火，而且也佫有可能漏油，所以有部分的火也佫直接落在咧车道顶悬。公车就安尼沿路导火，也佫有乌烟，民众惊到赶紧减速，而且佫再切转去内车道，就惊到导火公车影响到。林姓男子驾驶客运下班欲回厂途中，后侧引擎室不明原因起火。其发现有异，遂将车辆停靠于外侧车道，并自行使用灭火器扑灭。所幸车上无乘客，无人受伤。公车导火状况发生伫咧初一29号深夜将近11点，民众开车经过74号快速公路潭子路段，看到这使人惊吓的状况，警消随后嘛接到报案，赶到现场。不过到场的时阵，公车驾驶已经家己灭火。当时的状况是，确实是车子要回去车厂的路上，那驾驶员发现后方引擎有冒火的时候，当下赶快紧急到公司的流程上紧靠路边嘛，然后拿灭火器灭火，然后当然手势很快就扑灭了。区域交通表示，该公车是柴油引领，当时要开转去车场，车顶并无载客，要搁进一步检查，才会使确定起火原因。台中市交通局已经要求该公车停驶，而且全面加强其他车辆检查也个保养，确保乘客安全。公视新闻台中报道。来看高雄内门，这正过车市等后台办道已经举办超过10年了，和在地总铺西文化结合。当年这正过车市等后台民众和游客拢有上千人。不过今年因为这物件起价关系，一块道差不多要8000块左右，但是有关有真侪人去订道。工作人员无因准备食材煮物件。农历新年初二是等去后头厝的日子，有总铺西文化的高雄内门，今年搁一摆开道360道，30起因真侪在地人甲游客前来参加。在户外，然后大家不认识这样一起吃，比想象中的更多桌，然后看起来又有救护车，又有消防车，然后卫生看起来都还不错。料理区烧气滚滚，拢是主家的芳气。原本一道7600的总铺西办道，受物价工资等原因的影响，今年起到一道8000块。负责办道的总铺西嘛表示，人工一年比一年搁较歹找，希望会使开放月子义工。做这个总铺办道，咱平常心讲足忝，咱台湾本身才爱做这个行业的人，乌巴桑工足欠缺，
少年人无人要做这。来往车机的班道疫情期间捌停办2档，一直到2023档才恢复。在地总铺赛伫这个期间嘛想办法转型，对实体的班道转型网络配送。但若想要体会传统的班道文化，还是要到现场，才会使好好感受班道甲乡土之间的情感连接。公视新闻陈环武、明朝冠高雄报道。人讲到内部鸟来起大厝，来看这高雄捷运的有一只鸟仔站长叫做蜜柑。对去年开始呢，这正月初2拢爱登来到伊的后头厝，就是这桥头糖厂。这侪介意蜜柑的民众呢，也拢专工来甲看。工作人员也特别准备凉鞋来甲伊款待，欢迎蜜柑登来到后头厝。这古水的模样，大家是3箭翕相。古水的蜜柑站长出现，现场民众都随提出手机一直翕，甚至有市中的民众，规身躯拢是蜜柑的物件，专工来看伊。正月初2这天，寄出的查某囝爱登去后头厝，高雄捷运也安排蜜柑登来桥头糖厂站值班。这是新出的那个蜜柑娃娃，我特地去那个左营的蜜柑站长专卖店买的，希望可以让粉丝再多看到蜜柑啦。那也希望可以多办几场活动，就是让粉丝可以同乐。我也有因为蜜柑站长认识到新朋友，我觉得很开心啦。蜜柑卖萌的吃虾虾，还有他的眼睛咕噜咕噜，很可爱。蜜柑有外称，伊去年总共替高捷带来1600万的收入，会当讲是全国上高趁钱的鸟仔。为着要感谢蜜柑的贡献，高捷也特别准备机上爱的凉鞋来款待。高捷公司讲，因对去年开始办初2的见面会，今年的活动因估计因为天气袂歹，来看蜜柑的人也差不多伫咧2-3千人左右。常常呢，就是大家看到他吃播睡播就已经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疗愈。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他蜜柑站长现在已经变成是我觉得就是所有粉丝的心中的一个向往的一个上班族的形象哈。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也是要好好的慰劳一下他，每一天都这么的辛苦的卖萌。对原地龙洞鸟丰收用了后，即卖正做高捷的形象大赛，大人囡仔拢喜欢的蜜柑站长。后一回见面会是伫咧2月15，想要看站长到底有偌高水的民众会当把握机会。记者柯家族、柯昭阳、高雄采访报道。来看台南府城有一间150年历史的老饼店，那保持这古早味，搁再加入新创意。今年特别做台湾字的棉仔糖，要互大家伫咧过年期间有好格调。除了过年限定的商品，这店家也开始卖初到拜天公的祭品咯，亲像是寿桃面、蚶仔、红圆等等的物件。拄出来的年节限定碰饼，互人看甲嘴烂插插的。在地人真爱食这味，有150档历史的老饼店，遵照古法落去做，佮特别结合逐档的生肖，像昨年因着用色素画一只蛇伫元宝宝，那安尼尔，今年因嘛特别耍创意，设台湾字的棉糖，要互大家新正年头好彩头。送礼感觉会别出心裁啦。有做出这个赚大钱，要吼希望讲大家人伫过年的时阵吼，都会当好业。大钱入港，当然啊，咱还有细汉囡仔知影讲吼，明年，所以吼，我什么拢顺势，表示咱的春夏秋冬24个节气哦，通总拢有对着咱的这个天时地运做伙咧行。台湾春节有真侪传统的脆食面，普遍人拢会买生仁，嘛都是天公豆。有人丁兴旺的意思，若是高粒以红白2色来代表金甲银，互人讲金银财宝满大厅。这物件嘛定互人摕来做贡品，亲像感情这12项祭品是初到拜天公的大礼。除了较常看到的寿桃红菇，伫府城可以穿特别的石榴包、甲牵泥来祭拜。马石榴，那石榴籽很多，就是用这个来跟天公哈。祈求什么？祈求多子多孙。另外的话，还有就是那个牵姨，人讲牵那个姨这会哈，那其实牵姨哈，当然有一句话讲牵家孙跟牵子哈，意思是说，怎么带来财富，又带来子孙繁衍，都是很好的寓意。淡府社饼铺节作者讲，传统糕饼内涵真丰富，嘛是留一辈生活记忆。不过，这阵传统饼店因为爱因应台湾化饮食起草，真侪店拢开始加入新世代的创意，要互古早味通声少年人来消费。记者李所台南采访报道。
伫咱台湾有一名菜色果子雕刻的歌手高世达，伊捌摕到台湾10大杰出青年，去年佫伫咧德国的奥林匹克主家比赛摕到金牌奖。高世达就讲，伊学这菜色果子雕刻已经23年，也因为家己无这比赛基础捌碰壁过，后来是加看加学习，才突破障碍。刺牛、虎兔，这寡经典的十二生肖，想要互人一下就看出来，全考验高雕师的功力，才会当互菜色水果为平面变立体，最后变做艺术品。毋但十二生肖，当然达摩也阁有福禄寿等人物，所有的菜色水果到高雕师高世达的刀下，全拢会当刻出来。幸运、头毛甲线条，毋通看高世达3、2个仔就当刻出来。伫行上高雕的初期，面临的困难是袂少的。我们的食材要把它想象成立体的这个过程，其实想是一回事，但是你拿到手上雕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在前面初期的时候会有很大的一个碰撞期。透过参考木雕艺品甲师傅多底的传承，互高世达成功自我突破，更较互伊伫2002年得到10大杰出青年，去年也得到德国 IKA 奥林匹克主家大赛艺术蔬果甲经典蔬果雕刻的金牌奖。这寡年落来，敢若国内外比赛都摕到29面金牌，应应农历春节食团圆饭，高世达也点一个新手甲一般民众入门款的高雕，是以一颗番茄切8等份，然后再把它拼回去一整颗。当我们打乱顺序之后，它拼回去的时候就比较不会这么的密集。首先将头毛豆切8瓣，大细爱共款，佮一划开外表表皮，袂当切长。最后天开头毛豆的表皮，就会当呈现花形状。另外出来两块的烫丝菜，利用伊的管佮刻出花瓣的造型，放伫菜盘，毋但是时啊享受，也好菜色加大翻倍。对于果雕来说，你一定要很有兴趣，因为在学习的过程一定会遇到很多的挫折，再加上它可能并不是一个能够变成产值的商品。高世达讲，伫高雕这条路上真寂寞，是凭着兴趣甲意志力才会当坚持落去。伊得到真侪奖，毋望透过作品，互世界看到台湾，互高雕成做台湾的光荣。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伫阿美族有一项传统文化，就是这烧烟的比赛。为了要保存和传承这项传统文化，发展着部落邀请教练，甲传统的烧烟结合着现代的激斗科技，吸引无共年龄层的族人来学习。用你的手窝去扣，我给他就会跌倒了。葡萄腿、重心压低，这就是阿美族传统的客家文化。也毋过，这项运动平常只伫细时制定来以男性为主，非年纪进行，因为无教育系统甲课程规划，传统客家伫部落已经渐渐啊没落啊。我们想把它变成一个有系统化的运动，这样把它用研习课的形式来教大家，不是说就直接大家乱摔这样。为着吸引更加侪族人兴趣，主办单位特别邀请2023年综合格斗亚洲锦标赛冠军尤凯文来指导，将部分泰拳的压制甲传统客家做结合。什么时阵爱进攻，什么时阵爱借力用力，都是学问。在我们的部落，传统摔跤每次的乡运都会办，但我们部落的小朋友好像也没有自己在准备，或者说在私下的训练，因为每一个部落的规则啊，那个习俗都不一样，所以我也只有教一些摔倒的技术。第一届阿美族传统客家课程，确实伫部落内引起轰动，吸引查甫查某、老老细细20、30岁族人来参与，就连外国人拢来观摩。更加希望未来当年拢会当继续办理。不错，比我想象的还好玩。我看人那么多，我就觉得可以试试看。我觉得人越多越好玩。一般都是男生在相摔嘛，啊，我是第一次体验女孩子，虽然没有正式表演，还是有体验到他们的那个动作啊，还有那个力道啊。部落长老强调，阿美族早期部落领袖定会召集勇士进行客家活动，来锻炼男子，提升格斗技能甲捍卫部落能力。也毋过随着现代化甲外来文化影响，真侪传统技艺渐渐啊流失。安怎得到时代进步，为古早技艺支持新活力，各部落拢爱有新的思维。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下晡晡天气变化，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吉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6度到23度。
标日台中中华南投分林对15度到23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8度到2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7度到21度。天后金门马祖对13度到19度。预估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也祝咱的观众朋友新年快乐，恭喜发财！我是嘉豪，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相会。